香港係一個好細嘅地方，喺地圖度佢細到睇唔到，但佢有好多嘢睇，好多嘢可以去做，好多嘢可以食。喺呢一個系列，我會同你哋介紹一下香港嘅唔同地方。大家好，今日我會介紹黃大仙區。黃大仙區係位於九龍嘅東面，九龍東。黃大仙呢個區之所以叫黃大仙，係因為佢有一間黃大仙廟。呢間黃大仙廟入面係為咗紀念黃大仙呢一位道教嘅神仙。黃大仙區包括咗鑽石山、慈雲山、樂富、竹園、彩虹等等嘅地方。佢有唔同嘅地鐵站，黃大仙自己都有一個地鐵站，就係叫黃大仙站。黃大仙大概有40萬人居住，呢一個區主要係住宅為主。另外，以前亦都係工業區，主要就係新蒲崗。黃大仙區都有好多景點適合你去參觀，包括黃大仙廟，好多人會去黃大仙廟度祈福，亦都有好多人會去彩虹村度影相打卡，因為彩虹村真係好似彩虹咁，有好多顏色，好靚。喺鑽石山亦都有志蓮淨苑、藍蓮院祠呢啲地方去俾人參觀。黃大仙係屬於一個平民啲嘅地方，有好多平民嘅嘢食，好方便。下一集我會介紹另一個區，下次見，再見。